想着起航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，也曾感到彷徨。我矗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，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，说再见吧，昨天，坚强面对，勇敢地去绽放。各部门注意了，咱们今天用半天的时间进行技术彩排啊！我希望你们抓紧时间把手里的工作做完。音响部门啊，你们不要再出问题了啊！好，那个音副导你过来。好，你去告诉那个舞台监督啊，咱们还是老规矩，开场前5分钟打第一遍铃，好吧？好嘞。好，抓紧时间，我们就开始了。妮妮，你来了呀？哎，妮妮，对了，你的演出要请我们去看呀？我也去。对啊，你的演出我特别想多要一张票，因为我的侄子啊特别想看你的演出呢。我也要这几张票。一定要给我，我也要。没问题。明天的时候叫车恒给你们送过来。好，真的，谢谢你哦。那个罗密欧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还陪老爷子下棋了呢，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，特别的亲切。对啊，你快去吧。对，我们走了啊，我们走了。记得拿票给我。记得拿票给我们哦，谢谢。爸，王叔，看看谁来了。好了，我们进屋吃水果。走了啊。妮妮啊，不是要到北京去找刘一鸣吗？哎呦，那就快去啊！别耽搁了，快去啊！你别介意，我爸说完一会儿就忘了。爸，我给你去削个苹果去。孟叔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。妮儿，我今天晚上还要彩排，走了吧。哎，明天拿出你最好的状态，好好演。你也要加油。哎，你们说不是崇洋媚外啊？那个
国外的空气它就是比咱这国内的好，是吧？不看不知道啊。累吗？不累。哎，老大，在哪儿啊？故居。来我们家吃饭。过来。你过来吃点东西啊。谢谢老大。我还是想一个人待会儿吧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尽人事，知天命吧。怎么才算是尽人事？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出去都1个多月了，还能怎样？算了，你小子今天晚上别忘了过来看演出。上海啦！哎，赶紧过来吃饭，晚上不还有演出吗？冰冰，你在哪儿？回信。你告诉我你还平安。冰冰，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告诉我一声好吗？你看这多好啊！你现在都已经是这栋房子的女主人了，每天早上一起床，歘，把窗帘一打开，就能看到蔚蓝的大海，多美呀！只要你愿意，你还可以随时去香港、去北京、去上海，我们购物。你别怪妈啰嗦啊，妈再说一句，女孩子这一生啊，可选择的机会不多。你既然已经决定了，那就好好对人家小江。其实你现在这样挺好啊，从海州剧院出来了，那也等于成全了梦妮了。你看看那满大街的海报。妈，别提了，我现在想着这件事还觉得后悔。有什么好后悔的？那些都没用，真的。你说的那个男的真的是她以前的男朋友？哎呦，做人哪能这样啊？这边自己已经名花有主了，那边还跟以前的男朋友不清不楚的交往着。怎么没开车啊？我车从疗养院回来的路上被刮了一下，送去修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你看，这不好好的吗？真没事儿？没事儿。哎，给护士的票都送去了吧？你就放心吧。哎，肯定是急着送我去剧院赶的，都怪我。别皱眉了，你走。哎，那你待会儿先给我催后台吧。我就不了吧。这离开场演出还早着呢。
这是我给你留的最好的票。我今晚有可能，其实我不大想去。为什么？怕受刺激呗。志恒，这不过是演戏而已。我知道是演戏，但我还是怕看到了之后心里会别扭。我也不想让你有负担，好好演，别管我。志恒，15场演出之后，他就离开海州了。我知道。志恒，我就在外面等你，哪儿都不去。演出结束，我接你回家。走吧，一会儿迟到了。马上就要演出了，紧张吗？但是我相信啊，我肯定没您紧张。哎呀，你说的没错。其实我以前干演员的时候啊，上场之前也紧张，哎，特别是首演。可是，一上场，哎，那就全忘了。但是后来我干了导演啊，我就发现这种紧张是由始至终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要从头到尾关注着你们的每个细节。每次演出以后啊，我都是心累头疼。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？干什么呢？丁老师，今天我有个事儿要问你，您必须要诚实的回答。你说，就是上次，您把我从机场接回来去你办公室，后来我走了，之后你怎么了？哦，那次那就是心灰意冷啊。还有，没有了。可是我当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我这前脚一走，您后脚就能从那窗户上跳下去。切，怎么可能？真的。可是后来我这回家一想，这丁老师不至于。可是当时这种感觉非常强烈。那是演过了。不过一鸣，你得清楚啊，你丁老师他也是国立学院表演系本科毕业生啊，是吧？丁老师，可是您骗我了。丁老师，你怎么那么不靠谱啊？我跟你讲，一鸣，你提这事儿，我想起来了。我当时我真不想吓唬，我真的可能演过吧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关键是你那天你一进门呐，你叫丁老师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真的懒得说话，然后你就紧张。丁老师，你说这时候，那我只好老老实实跟你们这大玩把戏呗。您知道您这叫什么？您这叫欺骗感情，叫感情绑架。哎呦，对不起。不过一鸣，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，这件事呢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也感谢我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一次啊，我突然感到你们两个孩子很在意你这个老师，我真的很感动，谢谢。您才知道，
有时候觉得您就像我父亲一样，我相信梦妮也是。志恒，妈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不看梦妮的演出啊？我不想去了。啊，那随便你吧。记住妈妈跟你说过的话啊。那我走了。下面人应该坐的不少，我怎么有点紧张呢？所有演员准备了，打头片钟了啊！加油！加油！昨天那个罗密欧来过，还陪老爷子下棋了呢，对老爷子特别的好。真没想到你跟他还是同学呢。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准时开演。都准备好了。好。故事发生在维罗纳名城，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剧族，累世的夙愿激起了新争，鲜血把市民们的白首误读，使命运使他们两家生了一双不幸的恋人，他们悲惨凄凉的陨落，和解了交恶的尊亲。这一段生生死死的恋爱，阿姨，花给你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父母的嫌隙，把一对深情的多情的儿女杀害，演成了今天这一本戏剧。
彬彬，下雨了，早点走吧。妈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那你快点儿。军兵，两位大哥，谢谢让我过去，谢了啊！让我过去，让我过去，放开我！罗密欧，抛弃你的性命吧！我愿意用我整个的心灵来赔偿你这个身外的空明。那么我就听你的话，只要你叫我做爱人，我便可以重新受洗，重新命令。从今以后，再不叫卓淼。你是什么人？在黑夜里躲躲闪闪偷听人家的话？我没办法告诉你我的名字。敬爱的神明啊，我痛恨我自己的名字，因为它是你的仇敌。如果可以把这几个字写在纸上，我一定会把它们撕得粉碎。放开我！秦阿姨，秦阿姨是我是关海。秦阿姨，秦阿姨，我求你了，让我见见彬彬吧。彬彬不会见你的，回去吧。秦阿姨，秦阿姨，秦阿姨，我求你了，让我见见彬彬。秦阿姨，彬彬，我是关海，我是你最爱的关海，你出来让我见见你，放开我！彬彬，放开我！彬彬，我不在乎在我不在的时候你在哪或者干了什么，你出来让我见见你，让我知道你现在很好，我是满足了，你放开我！你为什么来到这儿？你的墙这么高，是不容易爬上来的。我用爱情的力量飞越了城墙，石头砌的城墙是挡不住爱情的力量。为了爱情，我什么都可以，你们的人是瞒不住我的。可是要是我的家人看到了你，一定会杀死你的。我用夜色做掩护，他们看不见我。如果你不爱我，就让他们发现我好。我宁可因为他们的恨而被杀死，也不要因为没有你的爱而活着。也许你说的誓言只是一句话，人家说恋人们的誓言，天神听了都是一笑置之的。你就这样离我而去吧，我要你也对我发誓，对我说你爱我。在你没有说之前，我已经把我的爱给了你了。再会吧，彬彬，我们在一块儿4年了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其实我对我们的将来是有设想的。我现在告诉你，21岁我们相恋
26岁我会娶你，28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，29岁孩子会叫我们爸爸妈妈，33岁我们走过了7年之痒，40岁激情褪去，但是我们仍然相爱，50岁孩子们有了自己的爱情，60岁我带着你去旅行，70岁子孙绕膝，76岁是我们的金婚，80岁我不再害怕死亡，因为有你在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我希望我先走，或者我们一块儿离开。冰冰，我知道我能给你的不多，但它绝对是我的全部。幸福啊，幸福的夜啊！我真不敢相信，这一切发生的是真的吗？感觉这一切简直像梦一样。冰冰，冰冰，冰冰冰。冰冰，冰冰，还记得吗？我们说好的，一辈子。永远在一起，谁也不离开谁。我以后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，1分1秒都不离开你。你也永远和我在一起，好吗？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？迁就我，人潮再多疑，谁说过太多？谁想的故事只有你我从真清楚着。来吧，无畏的向导，你绝望的领航人啊！就让我为了我的爱人，把他干掉。
去了。这孩子不看演出，只管接人。年轻人嘛。演出怎么样？你怎么知道我看戏去了？你这晚上又没有应酬，又出去了，当然是看儿子女朋友的演出去了。哎呀，看来我跟了你这几十年，这日子没白过呀。是。哎，演得好不好？非常不错。可问题是，我有点担心。担心孟妮。为什么？他看刘一鸣那种眼神，演是演不出来的。年轻人的事情啊，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其实，我也能理解年轻人的事，可是我作为一个母亲，我总得站在儿子这边吧。没错，可总不能让自己跟打仗一样吧？你没发现儿子这2天情绪不太好啊？可是他什么都不说。志恒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他是怕我们2个操心啊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呢？让他们自己处理吧，好不好？说得到气死。你说，他们这个年龄，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，那总归是他们自己的一段经历。我们做父母的，不能替孩子们成长吧？儿子回来了。爸妈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呀？哦，他们剧组有个聚会，我就先回来了。那我先上去了。老何，歇会儿吧，给你泡了咖啡。选的怎么样啊？你要抓紧了，咱马上就要开机了。你别动我的东西，催的跟制片人似的。我不替您着急吗？替我着急。喂，这不就挺好的吗？皇家戏剧学院的。皇家戏剧学院简历吗？啊，皇家戏剧学院的，秦氏皇家戏剧学院的，我看是。哎呦，您就别犯愁了，随便定一个吧，用谁不是用啊？随便定一个，我也是随便能定得下来啊！你看这些人啊，长得一模一样，一点特点都没有。老何啊，要不我给你推荐一个吧，专业绝对好，真的，你看行不？不行，你的那些朋友啊，我看都不用看，我就知道心里想什么，哼，没戏。行，那您就瞅着吧，当我没说过。喂，柯导，那个光华的经纪人到了。啊好，我马上就下来啊。跟你说过了，不要动我的东西。你12点半吃饭啊。
啊？一个策划案写这么啰嗦，让他们重写。张总，这个是刚改过的，上一稿你说写的太简单。不简单不等于啰嗦，你问他们能不能干了？你拿去让他们重改。你这一来啊，老哥心里算是放下来了。是啊，我就喜欢跟着您拍戏。林哥好。可可，都长那么高了啊，光长个不长脑子。来来来，你们先坐着，给你们倒咖啡去啊。哎，好嘞好嘞。那边的戏杀青了啊，刚拍完。对了，那个咱们这个戏的开机时间确定了吗？开机时间都是已经定了，可我这演员还没码齐呢。谁呀？剧本你已经看过了，就是里边那个，算是4号吧，小郑。哎，虽然说戏不多，但是非常重要。所有范畴啊。那你打算用什么样的？用什么样？哎呀，阿明啊，老哥现在啊真的是不敢有任何奢求了。哎，他这个男演员能给我像个男人，我就用他。这样啊？你有没有考虑过启用新人？新人？哎呀，只要是人好、戏好，可以考虑。啊，我你看看。我就跟你说啊，现在的男演员啊，是一点特点都没有。啊，哎，这孩子不错。这不是小刘吗？你认识？上次我们在南方拍戏啊，在一个剧组，给我演过替身，基本的演员素质都具备，人很机灵，关键是啊，肯吃苦。很多年都没见过那么能吃苦的小孩了。行，只要你阿明认可的，一定不会错了。我一会儿让副导演去联系一下。哎，咱们也别这么干坐着啊！我请你吃饭，我边吃边聊。走吧。我都准备好了，走吧，明哥。也该成家了吧？啊，走吧。他说话了，我再说下去吧。耀眼的天使啊！罗密欧啊，罗密欧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？来，喝杯咖啡。在想什么呢？要不我们离开海州吧？你想好去哪儿了吗？要不去北京吧？好啊，没问题。你是最想观海的吗？其实，我在一开始喜欢上你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观海是你男朋友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天意吧。但在我心里，我一直很在意你，所以我也希望
从现在开始，你也能很在意我。好了，拜拜。今天比平时都晚吗？饿不饿？想吃什么？我不饿，今儿有点累了，想早点回去休息。好，走，咱们回去。